由細到大，身邊啲人都教我哋，一家人最緊要講坦白，對仔女更加唔可以有秘密。但我今日要好殘忍、好一針見血咁講一句，如果你過咗50歲，仲對仔女掏心掏肺、毫無保留，你嘅晚年注定會過得好悲慘。聽落係咪好刺耳？係咪覺得我喺度危言聳聽、挑撥離間？你可能會諗，佢哋係我親生仔女，我連自己個仔、自己個女都唔信得過，我仲可以信邊個？但我見過太多老人家，就係因為太過老實，以為將自己嘅所有底牌、所有家底、所有秘密全部交晒俾仔女，就係所謂嘅愛同信任。結果點樣？結果換嚟嘅唔係無微不至嘅孝順，而係嫌棄、操控，甚至係無情嘅拋棄。你以為你嘅毫無保留係親情嘅催化劑？錯啦！喺現實嘅人性面前，過度嘅坦誠往往係剝奪你晚年尊嚴嘅毒藥。特別係呢幾年社會經濟環境咁樣，年輕人面對嘅生活壓力、金錢誘惑比以前大幾多？你以為你嘅坦誠係幫緊佢哋，其實你係無意中引誘緊佢哋人性最暗黑、最貪婪嘅一面出來。當你將自己所有嘅籌碼都一次過擺喺台面上，你就等於將自己晚年嘅命運完全交咗俾別人嘅良心去決定。而人性最經唔起嘅就係考驗。今日呢段影片，我唔係教你點樣去當仔女係賊咁防，而係要教你點樣喺晚年保住自己最後一套肉類甲。如果你聽得入耳，呢啲肺腑之言，分分鐘救返你下半生嘅尊嚴同自由。我哋呢一代人，講真係全世界最辛苦，亦係最偉大嘅一代父母。回想返幾十年前，你20幾、30歲，睇住個仔個女出世嗰陣時，你點樣過？每日早出晚歸，揸車做工廠、做文員、做生意，捱到隻狗咁，慳吃儉用，自己捨唔得買件新衫，捨唔得去食餐好嘅。但凡仔女要補習、要買玩具、要報興趣班、要升學，你眨都唔眨眼就拎個錢包出來。後來佢哋大個咗，你要幫佢哋籌備結婚，甚至要傾盡自己嘅積蓄幫佢哋俾首期買樓。再後來佢哋生咗下一代，你明明已經四肢酸痛、腰骨痛到攤腰，但只要仔女一開口，媽，幫手帶下個孫啊，你又硬住頭皮無怨無悔咁幫佢哋煮飯、掃地、洗衫、接送放學。你以為自己做咗咁多，付出咗一生嘅青春同血汗，到咗60歲、70歲，終於可以苦盡甘來，享受客兒孫滿堂、天倫之樂。但現實往往係點樣？現實係你發現自己喺仔女屋企，好似變成咗一個外人，甚至係一個高級保姆。你講多一句話，佢哋會嫌你煩，你唔好管咁多啦。你咁老古董，依家時代唔同啦。你買多一件嘢，佢哋會話你浪費錢。你用自己嘅習慣生活，佢哋會覺得你妨礙咗佢哋嘅生活品質。更有好多長者，夜晚一個人躺喺床上面，心口谷住，眼光光睇住個天花板，瞓唔着。想同仔女傾下心事，發現仔女只係埋頭睇手機，敷衍你兩句。想表達嚇自己嘅辛苦，又怕被嫌棄，係老人家作狀，多事。那種明明身處喺至親身邊，卻感到前所未有嘅孤獨感同無力感，真係比起肉體上嘅病痛，仲要難受100倍。好多老人家會問我到底做錯咗咩？我一世人都為咗佢哋，點解最後會搞成咁？係咪我教子無方？係咪我太衰？我今日想好認真咁同你講，唔係你衰，亦唔係你唔識做人，更加唔係你教子無方。你最大嘅問題係你太善良、太天真，你以為血濃於水就可以掩蓋一切人性嘅弱點，你以為母愛父愛可以換嚟同等嘅孝順，你太早將自己嘅所有底牌都講晒出來，讓你喺仔女面前變得完全透明，完全冇咗份量，冇咗邊界。你可以試下回想下，你有冇試過以下呢啲情況？你有冇試過自己辛辛苦苦幫手帶大個孫，結果因為一句教育理念唔同，就被新抱或者女婿當面頂撞，而你自己嘅仔女仲幫住外人講說話，搞到你自己好似做賊咁委屈。你有冇試過自己掏心掏肺咁對仔女，結果換嚟嘅只係佢哋有事要錢 send 退你，冇事嗰陣連一個問候電話都冇。你有冇試過自己明明戶口仲有一點點辛苦積攢落嚟嘅儲蓄，但只要一被仔女知道，佢哋就會用各種理由，咩投資啊、換車啊、創業啊、買樓缺首期啊，連呃帶氹咁同你拎走，最後你連自己睇醫生嘅錢都冇。如果呢件感受你經歷過，
或者你身邊嘅老友記正喺度經歷緊，我想請你即刻喺評論區打經歷過3個字，或者留言講出你嘅心酸。我哋唔係要喺度公審自己嘅仔女，我哋係要俾所有同路人知道，你唔係一個人，你個委屈係真實存在嘅，你嘅痛苦唔係你作出來嘅。人到晚年，親情固然重要，但如果你不懂得保護自己，不懂得留有餘地，你嘅全心全意只會變成對方綁架你嘅枷鎖。講到晚年嘅底氣，第一件你打死都唔可以同仔女交底嘅秘密，就係你到底有幾多身家，即係你筆真正嘅棺材本。我知好多老人家個心態係咁嘅，覺得大家係一家人，仔女遲早都會繼承自己啲錢㗎啦，早啲話俾佢哋知自己有幾多積蓄，等佢哋個心定啲，知道老豆老母唔使佢哋養，反而可以減輕佢哋嘅負擔。甚至有啲老人家係想喺仔女面前也文也武一下，證明自己仲有價值，仲可以做佢哋嘅後盾。但係我今日要毫不留情咁篤爆呢個幻想，千祈唔好去考驗人性，特別係喺金錢面前。你以為將個底牌揭開會換嚟仔女嘅安心同感恩？錯啦，你只係將自己推入一個進退兩難嘅死局。點解我咁講？我同你拆解一下呢個人性矛盾點。如果你同仔女講，你手頭上有好多錢，有幾百萬定期，又有股票揸手，你估佢哋會點諗？人性本來就係有惰性嘅。當一個後生仔知道原來老豆老母背後有個咁大嘅金庫，佢潛意識裏面嗰種搏殺奮鬥嘅心態瞬間就會減弱。反正老豆老母大把錢，我使乜咁辛苦日做夜做？我供樓咁辛苦，不如叫老母幫幫手啦。我想換架靚車，老豆啲錢擺喺度都係擺，不如當借俾我先啦。久而久之，佢哋對你嘅依賴就會越來越深，甚至覺得你啲錢就係佢哋嘅錢，你唔俾，佢哋就覺得你自私孤寒；你俾，佢哋就會變成吸血鬼，用各種名目投資、做生意、換樓、生仔，將你辛苦儲埋嘅血汗錢，以螞蟻搬家嘅形式，一點一滴咁掏空。好啦，咁你話如果我同仔女講我冇錢呢，係咪就安全？更加慘，俗語都有話，久病床前無孝子，無錢父母惹人嫌。如果你一早同仔女講到自己一窮二白，咩積蓄都冇，要完全靠佢哋養，初1、2年，佢哋可能仲會出於責任感俾啲家用，但日子一耐，當佢哋自己都有家庭壓力，要養妻活兒供樓嘅時候，佢哋望住你就會覺得你係一個沉重嘅包袱。每一次同你食飯，每一次見到你，佢哋心裏面都會有種無形嘅壓力。你病咗要睇醫生，佢哋會覺得肉痛；你想買件好啲嘅衫，佢哋會單單打話你嘥錢。你喺個家入面會完全失去話語權，要日日睇住新抱、女婿，甚至自己親生仔女嘅面色做人，下半生過得好似乞兒咁委屈。所以話仔女知你有錢會變成依賴同算計，知你冇錢分分鐘會嫌棄你、疏遠你。呢個就係最赤裸裸嘅現實。同大家講個真人真事，我識得一個街坊叫陳伯，今年差唔多70歲。陳伯後生嗰陣做五金鋪，兩公婆捱更抵夜，慳飲慳食，供大咗一個仔。陳伯份人好慳家，件底衫穿咗窿都唔捨得丟，出入都係搭2蚊車。幾十年落嚟，其實佢戶口靜靜雞儲咗差不多300萬嘅定期存款。本來呢，陳伯兩公婆靠住長者津貼同一啲利息，生活絕對不成問題。直到有一次大時大節，一家人食飯，個仔喺度大吐苦水，話而家經濟環境差，層樓供得好辛苦，公司又話要裁員，搞到晚晚失眠。陳伯一時心軟，見到個仔咁灰，就拍心口話：阿仔，你唔使驚。老豆老母有積蓄，戶口度仲有300萬定期，點都有，我哋撐住你。陳伯以為呢番說話可以俾個仔打支強心針，點知呢句話就係噩夢嘅開始。自從知道老豆有300萬之後，個仔同新抱嘅態度慢慢變咗。起初係新抱話孫仔要報名校，學費好貴，陳伯二話不說就攤咗10萬出來。過咗幾個月，個仔又話想同朋友合夥做生意，差50萬本金，話賺到錢一定還。陳伯又俾。再後來，新抱話依家住緊間屋太細，想換大屋，叫陳伯資助100萬做首期，仲好口甜舌滑咁話間大屋留翻間房俾你同奶奶一齊住，等我哋照顧你哋終老啦。就係咁，
短短3年間，陳伯嗰300萬棺材本被個仔同新抱以各種合理嘅理由逃得七七八八，戶口淨返唔夠10萬蚊。最心寒嘅事發生喺上年，陳伯突然心臟唔舒服，入咗醫院，醫生話要盡快做一個搭橋手術，去私家醫院做，大約要使20萬。陳伯打俾個仔，叫個仔籌筆錢救命。你估個仔點答？個仔喺電話度支支吾吾，老豆，我啲錢砸晒喺層樓同檔生意度，依家邊度拎得出現金呀？不如你排公立醫院啦，反正都係咁醫，政府醫院仲平啲添。陳伯聽完呢句說話，喺病床度流低咗2行眼淚。佢唔係心痛個病，佢係心死。佢終於明白，原來自己傾盡所有，最後換來嘅連自己條命都保唔住。間大屋買咗之後，新抱話唔習慣同老人家住，陳伯由頭到尾都未入過去，瞓過一晚。大家聽完陳伯個故事，個心係咪覺得揼一聲？係咪覺得個仔好衰？但我想講，呢個世界上有幾多個仔女真係全心要害死自己父母？好多時佢哋只係被生活逼迫，加上知道父母有錢，人性嘅貪婪同自私就不自覺咁被放大咗。你將啲錢交俾佢哋，就等於親手遞把刀俾佢哋去割你塊肉。所以無論你手頭上有幾多積蓄，有幾多層樓收租，有幾多股票，記住打死都唔好將個真實數字話俾仔女知。你可以與佢哋講，老豆老母有啲散紙夠自己買計食飯睇醫生，你哋唔使擔心我哋，但係你哋要買樓結婚自己想辦法，我哋真係幫唔到咁多。保持呢種餓狗搶屎飽狗唔理嘅神秘感，佢哋唔知你底細，反而會對你有一份忌憚同一份尊重。你啲錢只要一日仲喺你自己名下嘅戶口，一日就係你嘅護身符。到你真係老到行唔喐，需要人照顧嗰陣，呢筆錢就係你請工人住優質老人院，甚至係令仔女肯乖乖地返嚟探你嘅法寶。錢喺晚年就係你嘅膽量，就係你嘅尊嚴。千萬唔好為咗成全仔女而令自己晚年赤身露體，無依無靠。大家覺唔覺得有陣時親生骨肉喺利益面前真係經唔起考驗，有時都信唔過？如果你認同我嘅講法，覺得要為自己留一手，請你即刻喺評論區打人心難測4個字，俾我睇睇有幾多人係清醒嘅。如果你連自己嘅棺材本都守唔住，咁接下來我講嘅第2件大忌，你分分鐘已經中緊招，而且隨時令你屋企家無寧日。講完棺材本嘅秘密，我哋接住落嚟講第2件，你打死都唔可以提早同仔女交底嘅事，就係你打算點樣分家產，仲有你心入面嗰種無意流露嘅偏心。好多老人家都有一個好天真嘅想法，覺得哎呀，趁我依家行得走得，頭腦仲清醒，不如早少少同啲仔女講定，將來間屋點份，啲錢點份啦。大家坐低攤開來講，公平公開，等佢哋個心定啲，將來我百年歸老，佢哋咪唔使爭咯，大家和和氣氣咪幾好？你以為早啲講定，大家就會和和氣氣？我話俾你聽，大錯特錯，提早分家產或者提早公布遺囑，等於親手喺你自己屋企引爆一個火藥庫。點解？因為你永遠低估咗人性對公平2個字嘅執着，更加低估咗親情之間嗰種微妙嘅制度心。長輩提早分身家，往往會提前引發家庭嘅災星同戾氣。你覺得自己分得好公平，但喺仔女眼中，永遠都係一碗水端唔平。我哋做父母嘅，好多時潛意識入面都會有一種劫富濟貧嘅心態。見到大仔事業有成，買車買樓，但細仔就渾渾噩噩，打份散工，連自己都養唔掂。又或者見到個女嫁得好，衣食無憂，但個仔就成日為錢發愁。到分家產嗰陣，你自然而然就會想將層樓或者多啲嘅錢留俾嗰個條件差啲嘅仔女，覺得阿哥阿妹家姐你自己搞得掂啦，細佬阿妹陰公啲，我留多啲俾佢當係幫補客啦。你以為呢種叫父母之愛，叫顧全大局？但喺嗰個平時最生性、最孝順、條件最好嘅仔女心目中，呢種就係赤裸裸嘅偏心。同大家講個真實案例，我識得一個方姨，今年72歲。方姨有1仔1女，老公行得早，佢自己一個人湊大對仔女，供完1層2房1廳嘅舊唐樓，個女好生性，讀完書出嚟做嘢，每個月準時俾家用，過時過節買花買禮物。方姨有咩頭暈身熱，都係個女請假帶佢去睇醫生。
反而個仔呢，自細被芳姨寵壞咗，讀書唔成，做嘢又唔長久，結咗婚之後仲成日返外家攤大個手板問阿媽攞錢，平時連個電話都懶得打返嚟。有一次中秋節，一家人食飯，芳姨飲多咗2杯茶，心血來潮就喺飯台上面同對仔女講：阿媽年紀大啦，有啲嘢都想交代定。我諗過啦，阿女你依家兩公婆擘到錢，又有自己層樓，阿仔就陰公啲，仲係租 K 緊屋住。將來我走咗我名下呢層舊樓，就留俾阿仔啦。我戶口嗰10萬蚊現金就俾阿女，大家親生骨肉，唔好計較咁多。互相照應下啦。芳姨以為自己安排得好妥當，點知講完呢番話，現場死寂一片。個女塊面即刻黑晒，扒多2啖飯就話有事要走。由嗰晚開始，個女足足3個月冇返過嚟探芳姨，連電話都冇打過一個。芳姨打俾個女，個女喺電話度喊住講：媽，原來喺你心目中，我做得幾多都係廢嘅。我出錢出力照顧你咁多年，你病嗰陣，邊個喺床前服侍你？係我。阿哥做過啲咩？佢除咗問你攞錢，有關心過你一句咩？結果你將值幾百萬嘅樓俾咗佢，就用10萬蚊打發我，你根本就由頭到尾都偏心阿哥。另一邊廂，個仔知道自己穩奪層樓之後，有冇變得孝順咗？完全冇。佢覺得層樓遲早都係佢嘅，有陣時仲會單打，催芳姨不如早啲轉名，慳返啲手續費，甚至帶埋風水師上嚟睇點樣裝修。你睇下，芳姨本來想一家和睦，結果一句說話令到最孝順個女心寒疏遠，令到最謀力個仔更加貪得無厭。佢晚年嘅依靠就咁樣被自己親口摧毀咗。大家要明白一個好現實嘅心理學，當你提早公布家產點分，喺分得少嘅仔女眼中，佢哋會覺得自己嘅付出得唔到認同，覺得你偏心。佢哋個心一旦委屈，一旦心寒，以後對你嘅照顧同孝順就會大打折扣，甚至索性做個殺手掌櫃。反正你都將所有嘢留俾佢，咁你老咗病咗，叫佢去照顧你咯。我做咩？而喺分得多嘅仔女眼中呢，佢哋一旦知道自己代代平安，目標已經達成，佢哋仲使乜咁落力去討好你、照顧你？有啲衰啲嘅，甚至會覺得你老人家阻住地球轉。心入面暗暗盼望你早啲走，等佢可以早啲接收遺產。人老咗，你手頭上嘅資產唔單止係你生活嘅保障，更加係你用嚟平衡仔女關係、牽制仔女嘅殺手鐧。就好似一把懸喺半空嘅達摩克利斯之劍，只要一日未跌落嚟，佢哋每個人心入面都有個希望，每個人都不敢對你太差。一旦你將把劍放低，將底牌揭開，你就徹底失去咗話語權。所以無論你手頭上有層樓、有鋪位，定係有幾百萬現金，記住遺囑你可以自己靜靜計，律師立好，鎖喺保險箱，但絕對唔可以提早同任何一個仔女透露半句。你要做到嘅係對每個仔女都保持微笑，對每個人都講老豆老母嘅嘢，將來一定係留俾你哋嘅。邊個對我最好、最孝順，我心入面有數。就係呢句心入面有數，就足夠令佢哋對你保持敬畏，令佢哋喺你晚年嗰陣爭住返嚟表現自己。唔好覺得咁樣做係算計自己啲仔女，呢個係保護你自己晚年尊嚴嘅必要手段。一碗水永遠端唔平，但只要你唔將個碗擺上台，就冇人可以話你大細超。大家身邊有冇見過或者聽過因為分家產或者父母偏心，搞到兄弟姊妹反目成仇，甚至撕破臉皮嘅例子？我相信一定有。如果你見過呢啲家庭悲劇，或者你認同我講嘅家產，絕對唔可以提早公布。請你即刻喺評論區打見過2個字，或者留言分享下你嘅睇法。保住咗自己嘅棺材本，又守住咗家產嘅秘密，你嘅晚年已經贏咗一半。但係還有第3同第4件事，如果你隨口當秘笈同仔女講咗，一樣會將你推落火坑。想知係咩？我哋繼續聽落去。好啦，守住咗你嘅棺材本同家產秘密，你嘅晚年已經避開咗最大嘅地雷。但我哋跟住要講嘅第3件事，好多老人家日日都做緊，以為係出於關心，或者只係想發洩嚇情緒，爭取客同情，但其實係親手將啲仔女越推越遠。呢件事就係千萬唔好同仔女數落佢哋另一半嘅不是，更加唔好不停翻炒屋企嘅陳年舊賬。好多老人家有一種心態，覺得我係你阿媽阿爸，我見到你老婆大肆，見到你老公唔上進，我睇唔過眼，
提點嚇你啫，有咩錯？又或者一齊食飯嗰陣，硬係中意重提舊事。你知唔知當年你阿嫲對我有幾刻薄？你大伯當年爭身家有幾衰？我當年為咗湊大你，捱得幾辛苦，受咗幾多氣？你以為講呢啲可以令仔女明白你嘅偉大，可以令佢哋同仇敵愾，同你企喺同一陣線？我話俾你聽，大錯特錯。喺仔女嘅眼中，呢啲說話係最令人窒息、最令人煩厭嘅噪音。首先講數落新抱或者女婿呢一點，你要明白一個好殘酷嘅現實。當你個仔或者個女結咗婚嗰一刻開始，佢哋已經同自己嘅伴侶組成咗一個核心家庭，而你無論以前同佢哋有幾親密，喺社會學同現實層面上，你已經退居成為原生家庭或者延伸家庭嘅一部分。當你喺個仔面前鬧新抱，或者喺個女面前彈女婿，你以為你係幫緊自己友，其實你係攻擊緊佢哋個核心家庭。你令到夾喺中間嗰個仔女非常難做，佢幫你咩？返到屋企就要面對老婆、老公嘅面色，隨時家嘈屋閉，佢幫另一半咩？你又會一哭二鬧三上吊，話佢娶咗老婆忘記娘。久而久之，為咗逃避呢種夾心餅嘅痛苦，仔女嘅潛意識會做出一個最簡單嘅選擇，就係減少同你見面，惹唔起我避得起。佢哋會開始嘅藉口，阿媽，今個禮拜要加班唔返嚟食飯啦，放假要帶小朋友去玩，下次先探你啦。其實唔係真係咁忙，而係佢哋怕咗你張嘴，怕咗一返嚟又要聽你單單打打。至於嗰啲陳年舊賬，更加係講多無謂。過去嘅恩怨，後生一輩根本冇參與過，亦都冇切膚之痛。你日日喺度講，只會將屋企嘅氣氛搞到烏煙瘴氣，充滿負能量。冇人中意靠近一個充滿怨氣嘅人，就算嗰個係親生父母都一樣。你以為你喺度訴苦，其實喺仔女耳中，你係喺度進行緊情緒勒索。同大家講講第四件絕對唔可以講嘅事，呢句說話更加係致命傷。好多老人家會將佢掛喺嘴邊，以為好溫馨、好理所當然，但其實係一個無形嘅緊箍咒。呢句話就係阿仔阿女，老豆老母老啦，以後就靠晒你啦。你回想下，自己有冇講過類似嘅說話？我將所有希望都擺喺你身上，我依家退咗休，下半世就指意你養啦。你以為呢啲係表達信任，係親情嘅牽絆？錯啦！喺今時今日嘅社會環境，呢句話對一個後生仔女來講，唔係溫情，而係一座壓落嚟嘅大山，係一個極度沉重嘅包袱。你試下企喺仔女嘅角度諗，依家啲後生仔生活壓力有幾大？每個月要供樓交租，要應付公司老細嘅汗數，要擔心會唔會俾人裁員，仲要養育自己嘅下一代，隨時連報個補習班都要左計右計。佢哋自己都已經行到氣喘吁吁，自顧不暇。呢個時候，你突然間將自己成個下半生嘅幸福、健康、起居飲食，以孝順之名，全部砸喺佢哋嘅膊頭上面。佢哋聽到靠晒你呢三個字，絕對唔係感動，而係恐懼，係焦慮，係想逃避。人性就係咁奇妙，當你越想緊粗緊捉住一樣嘢，想用親情嘅名義去綁住佢哋潛意識嘅反抗同逃避，心理就越強烈。佢哋會覺得自己被道德綁架咗，好似爭咗你一世都還唔清嘅債咁。當孝順變成咗一種沉重嘅負擔，親情就會慢慢變質。我見過好多老人家日日同啲仔女講靠晒你，結果啲仔女真係出事嗰陣，或者自己搞唔掂嗰陣，寧願自己匿埋喊，都唔敢同父母講，因為覺得辜負咗父母嘅期望。又有啲仔女因為承受唔住呢種壓力，索性遠走高飛，移民又好，搬去第二區又好，用物理距離去逃避呢種窒息感。所以話你想用親情綁住佢哋，結果反而將佢哋推得更遠。咁你可能會問，我老咗唔靠佢哋，咁我靠邊個呀？答案好簡單，亦都好殘酷，但你必須要認清，呢個世界靠山山會倒，靠水水會流，靠自己最好。你嘅晚年能夠真正依靠嘅只有三樣嘢：你自己嘅老本積蓄，你自己嘅老伴，同埋你自己嘅老骨頭健康。唔好再將靠晒你掛喺嘴邊，反而你要經常有意無意咁同仔女透露一種信息：老豆老母識得照顧自己，我哋有自己嘅節目，有自己嘅生活，你哋搞掂好自己個小家庭就得啦，唔使太擔心我哋。當你釋放出呢種獨立，唔使你負擔嘅信號嗰陣，奇妙嘅事情就會發生。
仔女因為冇咗嗰種被逼嘅壓力，反而會覺得輕鬆。佢哋返嚟探你，唔再係出於還債或者責任，而係真係出於掛念同愛。佢哋見到你咁獨立、咁有活力，反而會打從心底裏敬佩你，會更樂意主動買嘢俾你，請你飲茶，關心你嘅生活。記住，高質量嘅親情係建立喺互相獨立同尊重嘅基礎之上，而唔係依附同勒索。大家覺唔覺得做人無論幾多歲都要留一份底氣俾自己？如果真係將成個晚年壓住喺別人身上，就算嗰個係親生骨肉，都隨時會輸得好慘。如果你認同靠山山會倒，靠自己最好呢個道理，請你即刻喺留言區打靠自己3個字，當係俾自己一個提醒，亦都係為自己嘅晚年立下一個堅強嘅承諾。講到呢度，4件不能說嘅秘密已經同大家拆解晒，但係知道咗唔講得，咁我哋到底應該點樣做先可以真正擁抱一個有尊嚴、有幸福感嘅晚年呢？聽完前面4個秘密，好多朋友可能會喺心裏面犯嘀咕：哎呀，照你咁講，棺材本又唔講得，家產又唔分得，陳年舊賬又唔鬧得，連靠晒你呢句說話都唔講得，咁我同啲仔女之間仲有咩好講？咁樣做人咪好孤獨、好寂寞咯？大家千萬唔好有呢種誤解。我今日教你呢4個唔好講，絕對唔係叫你同仔女斷絕來往，亦唔係叫你當佢哋係仇人咁防備。呢個世界上最完美嘅親子關係，從來都唔係毫無邊界嘅糾纏，而係一種有距離嘅美感。學識喺親情裏面保持3分清醒、7分自愛。既然我哋已經知己知彼，明白咗人性嘅弱點，咁喺接下來嘅日子入面，到底點樣先可以真正過一個有尊嚴、有品質嘅晚年？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3個最實用、最落地嘅晚年自救法則。只要你照住呢3樣去做，我保證你下半生唔單止唔會痛苦，仲會活得比以前更加瀟灑、更加自在。好多老人家過唔到世俗嗰關，最大嘅原因係咩？就係大半世人為咗老公、為咗仔女而活，自己嘅靈魂早就已經丟失咗。到咗晚年，仔女大個仔有自己嘅生活要過，突然間不需要你全天候服侍啦，你成個生活重心瞬間被掏空，日日對住4面牆，望穿秋水，等仔女打個電話返嚟，你想唔痛苦都難呀。所以人到咗50歲、60歲之後，你必須要學識做一件事，移情別戀，唔好再將你全部嘅情感、全部嘅注意力死死咁鎖喺個仔同個女身上。你的人生下半場，主角應該係你自己，絕對唔係你嘅成年子女。你可以去培養一啲後生嗰陣想做但冇時間做嘅興趣。中意唱戲嘅去跟人唱反2句，中意行山嘅同3、5知己去郊外呼吸嚇新鮮空氣，中意學嘢嘅去報個長者學院學畫畫、學書法、學用智能手機。你嘅生活充實咗，每日有節目、有朋友、有笑聲，你根本就唔得閒去理仔女。今日得唔得閒覆你短信，亦唔會為咗1、2句唔啱聽嘅說話而激心半日。當你活得光芒四射、多姿多彩嗰陣，奇妙嘅事情就會發生。你嘅仔女望住精神奕奕、有自己社交圈子嘅老豆老母，佢哋心裏面唔單止放心，仲會對你生出一份敬意。佢哋會覺得，哇！我阿媽阿爸退休之後仲精彩過我，到嗰時唔使你呻笨，佢哋反而會主動黐翻轉頭，想攝時間入嚟陪你行街飲茶。咩叫一碗湯嘅距離？意思就係話你同仔女嘅住處最好係煲起一碗熱湯，拎去俾對方嗰陣，湯都仲係暖嘅咁上下距離。太近呢，大家朝夕相對，生活習慣唔同，摩擦自然多，芝麻綠豆嘅小事都可以變成世界大戰。太遠呢，有咩頭暈身熱又照應唔切。呢個道理放喺心靈距離上面一樣係咁完美。你可以錫仔女，你可以喺佢哋真係遇到過唔到嘅難關時，適度地伸出援手，但係永遠唔好過度介入佢哋嘅婚姻，唔好指指點點佢哋點樣教細路，唔好將自己嗰套老舊價值觀強加喺佢哋身上。新抱買個手袋貴咗少少，由得人哋啦，人用自己嘅錢啫。個仔同新抱鬧交，除非佢哋主動問你意見，否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企喺側邊食花生好過出聲去評禮。
你要記住，成年人嘅世界有佢哋自己嘅造化同因果，你已經幫佢哋遮風擋雨咗幾十年，下半場你嘅任務係卸下盔甲，做個快樂嘅旁觀者，而唔係繼續做個勞心勞力嘅總指揮。當你學識退一步，給彼此留足空間，你就會發現屋企嘅戾氣少咗好多，大家見面嘅笑容都真誠咗好多。人去到晚年，最硬嘅底氣永遠係兩樣嘢，一個係行得走得嘅身體，另一個係袋喺自己口袋裏面嘅真金白銀。關於健康，千祈唔好心疼錢，唔舒服就要去睇醫生，唔好為咗慳幾百蚊診金而死頂。最後小病拖成大病，受罪嘅係自己，拖累嘅亦係身邊人。食要食得健康，作息要定時，每日行下公園喐動，呢個先至係你對仔女最大嘅孝順，因為你身體健康，唔使佢哋頻撲醫院照顧，就係幫佢哋減輕最大嘅負擔。至於金錢方面，我哋前面講過，棺材本要守緊，唔單止要守緊，仲要識得用呢筆錢去買舒適。行唔喐嗰陣，請個工人姐姐幫手煮飯搞衛生，想去旅行嘅，拎自己嘅退休金去睇下呢個世界。錢係用嚟令自己晚年有尊嚴、有品質嘅，唔係用嚟留俾後生仔充闊佬嘅。你把自己照顧得健健康康、開開心心，戶口有一筆隨時可以應急嘅存款，就算有一日全世界都對你唔住，你依然可以挺直腰杆話：我有錢，我有身子，我邊個都不靠，我一樣可以過得好好。呢種自信同瀟灑，先至係一個老人家最頂級嘅魅力。各位街坊，各位老友記，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，由開篇嘅暴擊痛點，到4大不能說嘅秘密，再到最後嘅晚年自救法則，我嘅目的好簡單，我希望每一個捱咗半世人嘅老人家，都能夠喺晚年延返屬於自己嘅尊嚴同快樂。父母子女一場，真係聚散隨緣。愛係需要智慧嘅，而不是盲目嘅犧牲同毫無保留嘅交底。學識對自己好一啲，適度嘅自私，唔係唔愛屋企人，而係為了讓呢段親情可以行得更遠、更溫馨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段片真係幫到你，或者點醒咗你心入面一直糾結嘅問題，我有一件好重要嘅事想拜託你，請你順手將呢段影片 share 分享俾你身邊嘅老友記、群組入面嘅親戚朋友，或者你屋企嘅長輩。你每一次嘅分享，分分鐘可以幫到一個正喺度為家庭煩惱、為晚年擔憂嘅老人家解開一個心結。呢個絕對係一件功德無量嘅善事。同時，如果你仲未訂閱呢個頻道嘅，請你即刻按下訂閱掣，再開埋旁邊嘅小鈴鐺，咁樣你以後就唔會錯過任何一個幫你破解人生迷局嘅精彩內容啦。最後，請大家即刻喺留言區打低合家平安招財呢6個字，當係為自己、為全家人祈福，接住呢股財氣同福氣返屋企。我是咁嘅，今日同大家傾到呢度，祝各位老友記身體健康、笑口常開、晚年幸福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